喂喂喂喂喂，OK，谢谢。喂喂，
弟兄姐大家平安，大家新年快乐！感谢主，让咱新的年的头一天，佫是拄着第一个主日吼，咱真欢喜，当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伊。当然今日人可能较少啦吼，有诶可能跨年，吼啊伫线顶拢会使做伙敬拜吼。来，咱要礼拜之前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。感谢你过去一年久的引带、保守，互阮平安经过。阮真欢喜，新的年的头一日，阁是7日的头一日，阮要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。愿你的圣神即时临在伫阮中间，帮助阮，互阮对心底拍开，要听你的教示，会当利益伫阮头前所要行的路。我们今仔日的礼拜。每一个服侍，拢诚做芳芳的祭，得到你的感纳，将今仔日礼拜恭敬交托你的手，祈祷感谢，可以做基督圣名，阿免。兄弟姊妹，主你平安。咱即摆开始来拓展咱的诗歌。首先，咱先来看第6首《上帝创造天甲地》。咱请苏金甲咱弹一解，即首吼可能大家较无熟吼。那即首咧拄好有6节吼，6节的歌词歌词。咱即马每一节拢来读一解。来，咱从为第1节先开始来，咱来念一解。来，请上帝创造天甲地，生成万物大汉的，公路极大。烟雾散，后来第2节，日头出现光满天，日落月出转阳明，日月星星拢显明，上帝主宰大权的。来，搁来第3节，土地所生的路果，花黄青翠的树木，水内所有的鱼鳖，拢是上帝做的物。然后第4节，地中所飞的鸟只，上帝互因食到野，以及治水的当道，无出上帝心意外。第6节，上帝照顾世间人，无论本国啊外邦，互咱达日的米流。兼有厝体甲衣裳。第6节，上帝恩典讲袂尽，差遣耶稣救万民，大家着用真实心，互伊感谢死来人。好，那咱即摆试看卖哦，第1节来。好，来请第1节。上帝创造天甲地，生成万物大汉的，公道极大高极远，只是千后的无山。来第2节，日头出。好，咱即摆第3节，请兄弟先来唱，来兄弟，请第3节来。来，咱请兄弟第3节，来请土地所生的路果，花青翠的树木，水内所有的鱼鳖，拢是上帝做。
真好吼！来，咱第40请姊妹，来第40来姊妹请来紧，请。地中所配的家家兄弟和你家家呀，一起几岁的样到，莫做兄弟心里话。好啊，来，咱第6再来转播过来，好。兄弟姊妹，同齐请第6集来，兄弟照顾世间人人，无论问讲也话吧，我听到你的美妙，教我主体家己。好，今摆来第6集，同齐请将地我的光美之年，在个耶稣救万民，大家就用尽心心，爱感谢是来。好，咱继续来看新线新308首。这首是咱这个月的乐圣诗哦。我要唱歌来学咯。咱这首作曲是咱的台湾一个牧师严信兴牧师做的词跟曲。啊，那这首有较轻快的唱法哈。来。好，咱即摆来请大家来第1节来。我要唱歌来学咯，学咯上帝奇妙的听。我要唱歌来学咯，上帝天地之神的名。我要唱歌来学咯，学咯上帝我美丽听。我要唱歌来学咯，学咯耶稣尊贵的名。对你出来的所在，直到日落的大海，我要唱歌予人知。伊有丰盛的所在，伊的信息大万代，我要唱歌予人知。好，来，咱请司琴继续弹吼。咱这首歌有几个所在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咱拄仔唱的副歌的所在吼，有分的那个2部吼。啊，如果你会当唱高音部，其实高音部的音符较细粒。啊，如果想唱第1部会使，欢迎你唱第2部，跟主旋律在下面那个声部可以一起唱和声。啊，过来就是咱头前吼，拄仔唱的时阵吼，有一个那个。来，我们请那个荧幕到第1页一下看一下，对哦，大家看一下，欧罗上帝奇妙的听，那个所在第2句哈，第2句，记哩哈，它那个音程是往下哈，注意看也，发嗦哆那个地方要小心一下呢，这唱得很好，好，来，那个来几个来第1节，来来，我要唱歌来学咯，学咯上帝奇妙的听。要咱唱歌来学咯，学咯上帝之神的名。我要唱歌来学咯，学咯耶稣尊贵的名。我要唱歌来学咯，学咯耶稣尊贵的名。伫你出来的所在，直到日落来到来，我要唱。信息大万代，我要唱歌无人知。来第2集，我要唱歌来学咯，学
我都心心亲密的听，我要唱歌来落落，我都心心看你的名，我要唱歌来落落，我都三位一体兄弟，我要唱歌来落落，我都专门的对你兄弟，来和声来。对你出来的所在，你到你那里来，我要唱歌无人知。义无奉献的主来，你的心是大满带，我要唱歌无人。来副歌，搁一个来。对你出来的所在，你到你那里来，我要唱歌无人知。义无奉献的主来。你的心是大满带，我要唱歌无人知。好，咱行诗歌串联到这，咱准备先来敬拜上帝。看耶和华才会罗卜，民间点耶和华出来的，恁拢着学乐耶和华，恁着用圣所举起恁的手学乐耶和华。愿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对錫安赐福气予恁。下面咱吟诗来学乐上帝神圣诗第308首。阮要唱歌来学乐，阮要唱歌来学乐。学乐上帝奇妙的听，阮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上帝至圣的名。阮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耶稣无比的听。阮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耶稣尊贵的名。对日出来的所在，直到日落的大海，阮要唱歌报人知。伊有丰盛的慈爱。伊的信实到万代，阮要唱歌报人知，请记日吟全首。阮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上帝奇妙的听。阮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上帝至圣的名。阮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耶稣无比的听。阮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耶稣尊贵的名。对日出来的所在，直到日落的大海，阮要唱歌无人知。伊有丰盛的慈爱，伊的信实到万代。阮要唱歌无人知，阮要唱歌来学乐，
唱歌来学咯，学咯三位的上帝，阮要唱歌来学咯，学咯全名全地上帝，日落出来的所在，直到日落的大海，阮要唱歌无人知。伊有丰盛的慈爱，伊的信实到万代，阮要唱歌无人知。请坐。下面咱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，第九部第7面。许多圣经。请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毕业岛林内受苦，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。当找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下面咱三甲来启用，要启用的所在伫启用文第30篇。圣诗后壁面1053面，诗篇启用文第30篇，也是诗篇121篇。咱三甲来启用。我抬头看山，我的帮赞对上主来。伊袂互你跋倒，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面。上主是你的保护者，你是日头袂伤你，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。日出日入，上主会保护你。咱过来吟诗，学到上帝创造新圣诗第6首。上帝创造天甲地，生成万物逐项话，功劳极大又极阔，一时称呼永无煞。请起立，来吟全首。上帝创造天甲地。谁家万物大行为，功劳极大又极阔，一时称呼永无双。日头出现更满天，日落归出主宰大观念，土地所生的五谷，永恒之水的树啊，吹来所有的一笔，拢是上帝。天中所摆的照照，上帝好恩者羔羊，你及至世
上帝照顾世间人，无论本国也外邦，无愿家的应由，也出体家一主。上帝恩典共袂尽，找见了所求万里。大家着应尽实心，甲伊感谢是来的。请坐。下面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你所定着生的主日，也是2023年的头一日，你阮众人同心组织伫你的圣殿，阮要用诗歌来敬拜阿罗你，也要专心来听你真理的话，互你的话来成做阮众人伫新的一年的快乐甲帮助。伫遮，阮为着过去的一年当中，阮所行所做有无够业，应该去做，所无去做，毋过常常做出无合你旨意代志，致使阮有侪侪得失你的所在。阮求主赦免阮，用你的保护来清洗阮。伫遮，阮也为着过去一年当中，教会以及各团体所进行各项福音的事工，无论是主日学、春游的活动、暑假的福音队、少年团体生活营、教会野外礼拜，阮伫感恩节的见证音乐会、圣诞庆祝会、报佳音以及圣诞赞美礼拜等等，感谢天父上帝，你的看顾保守，这些事工也拢会当平安顺利来完成。啊，伫过去的一年当中，无输伫每一个主日礼拜，为着众兄弟姊妹每一个家庭需要代祷的事项来祈祷。透过这代祷，有人的身躯严重的病痛得到医好，有人完成因的终身大事，有人伫厝内加添新的婴仔，嘛有人顺利找到头路。阮为着这已经成就的代祷的事项，阮献上满心的感谢。对遐还未成就的代志，嘛恳求主耶稣基督，互阮有耐心甲信心来等待，伫你看做好的时间来为阮行。总是阮也知伫过去的一年当中，有人经历着白白艰苦的事，因的身躯有严重的病痛，因的身体健康，因的心灵，因的生活拢受到真大的影响。有人因至亲的亲人停煞伫地上的劳苦，望你恩调，转去你的身边。天父上帝，阮知凡事拢有你水的旨意，虽然有时阵有一寡代志，因为你的旨意深沉，阮学得了解。总是阮感谢你，透过早时先知亚利米有对阮安尼讲，你讲你对阮所存的意思是赏赐平安的意思，毋是降灾的，要互阮伫每境有恩望。这话诚做阮伫患难中的快乐甲帮助。但伫新的一年，恳求主耶稣基督帮助阮，就是伫新的一年当中，阮嘛要透过所经历的每一项的代志，无论是欢喜快乐的，是艰苦恶担等的代志，这些代志拢要互阮搁较来明白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是有大有快乐的上帝。若离开你，阮就无福气。互阮会当伫2023年结束的时阵，会当像今仔日伊共款欢喜来到你的圣殿来感谢阿罗你。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收束阮平安。阿门。下面，咱来领受上帝的话，咱今仔日要看
圣经节，伫旧约圣经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5节，以及第26节到31节。圣经第一面，原起头，上帝创造天甲地，地是空空混沌。深渊的面顶黑暗，上帝神运动伫水面。上帝讲：就光，就有光。上帝看光是好，上帝将光暗分开。上帝叫迄个光做日，叫暗做暝，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头一日。26节，上帝讲：咱就做人，亲像咱的相。照咱的款，互因管理海里的鱼、天里的鸟、甲精星、甲全地，以及地上得所的通托。上帝就创造人，亲像伊家己的相，照上帝的相创造伊，创造男的、女的。上帝赐福因，上帝佫对因讲：着生摊真济，充满伫地上来较赢伊，也着治理海里的鱼、天里的鸟。以及甲地上一切所叮当的活物，上帝讲：我有互恁遍地上一切结子的菜色，佮一切树，其中有结子的树的果子，拢互恁做食物。论到地上一切的走兽，天中一切的鸟，甲地上一切的叮当有活命的物，我将一切青草互因做食物，就有安尼。第31节，上帝看伊一切所做的，看真好，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6日。读圣经到这，下面先歌队献诗，诗歌哈利路亚，俄罗主名。
主要讲的题目是上帝看做好。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。今年的第一个主日，嘛是今年的头一日。这个机会其实久才有一届，所以咱甲隔壁讲，新年平安喜乐。伫旧年，当牧师咧准备今年度、全年度的这个讲道的这个安排时，我就咧想，要继续用咱总会所讲的这个金课集来甲大家做讲道的分享，也是有其他的题目会当来做一寡咱的分享。伫祈祷中间，信心提示牧师讲，爱对圣经的内面来甲大家分享，而且，互我真清楚知影讲，爱为创世纪来开始，为创世纪，咱来做伙来看上帝要对咱所讲的话。所以今年度牧师的安排内面，咱来今年度用创世纪一卷一卷来读落去，要用创世纪这卷书。甲大家做伙来分享。那你来看创世纪，正做圣经的头一卷书，其实咧表示着上帝创造宇宙甲这个世界。毋那是安尼，伫创世纪内面，嘛咧讲到人的起头以及以后的历史。这个中间，咱若对整个创世纪，咱今年咧读的过程中间。咱会当发现到，包括着人的犯罪，人陷落伫即个苦难的中间，以及咧描述着以色列祖先的历史。上重要的是咧记载着上帝甲人中间的即个来往，嘛是互咱去看到所记载内面以色列即个民族对上帝一个信心。若呢要帮助咱众兄弟姊妹有即款的信心，咱会当持守。所以咱若看到伫圣经创世纪的内面，咱第一章今仔日所读的，讲到上帝创造天地。这个创造天地是咧讲到这个宇宙的开始，咧讲到人的开始，是甲咱人有一个真重要的这个关系伫地。嘛是因为创世纪，互对即个历史代内面，侪人拢咧探讨的一本册，所以创世纪是要论到人的起头，论到上帝的创造，是即本册是讲到上帝的开始。咱会当对即个开始，看到万物互上帝所创造，所以。创世纪，咱会当安尼来想的是，伊是一个宇宙的起头，是一个生命的开始，是咱人互上帝所创造，是咱人的历史的一个开始的一本册，嘛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互上帝所敬调的这个过程中间，这个中间，咱看到开始有宗教。有敬拜，有献祭，等等这一切。不过，这所有的一切，拢伫上帝的掌权的内面。创世纪讲到宇宙的创造，这嘛是伫圣经内面所讲的这个宇宙的这个开始。不过，咱会知影，圣经毋捌去证明讲上帝的创造。若咧有人讲，牧师你咧讲啥物？因为创世纪是咧直接宣告创造要带出救恩的这个主题，也就是创世纪，毋是互咱去讨论这个物安怎形成的，是咧直接宣告上帝掌权伫这中间。所以救恩是当时创世纪记录内面上主要的。圣经毋是咧宣告讲咱人。毋是咧宣告讲即个自然的被造的，偶像是咧宣告上帝的拯救，
只有即个创造万美的上帝，才法度拯救咱的人。所以创世纪，互咱会当看到，是上帝要救赎咱人的即个计划中间的头一步。所以咱若看今仔日所读的这段圣经，第1节一开始讲，起初上起头，上帝创造天地，是咧说明一项代志，就是对什么拢无，为无开始。天地是咧形容上帝创造规个空间出来，有空间，却是一切拢是空空。所以用天地来表明上帝的作为。所以讲到这个世界混沌无明，也毋是一个形。所以伫这个混沌的中间，有水伫这中间，成做一个深渊之地。水面一片黑暗，所以伫上帝创造的空间内面，上帝掌管了这一切。所以咱看到圣经咧形容，这个掌权是上帝灵运行伫水面顶。所以伫整个上帝创造上帝的一开始，上帝讲爱有光，就有光。这个光代表着上帝的权能的出现。上帝看光是好，就将这个光甲暗来分开。咱看到圣经记载讲，这个光上帝该称作是日时啊，暗称作是一个暗暝。有早起，有暗暝，有早起，这是第一天。所以上帝伫第一天所创造的光，就将这个黑暗分开。咱有想过无？第一天上帝为什么要做这款的安排呢？上帝伫第一天将日时、暗时分开，形成做咱即马讲的一天的时间。所以这个时间，上帝就甲咱定落来啊。就圣经的记载，敢若是看到这个次序是上帝敢若讲，我今仔日要做什么，要创造什么，迄天早起，伊才起来做这个安排。其实，伫上帝创造的内面，毋是安尼，因为伫上帝创造的内面，上帝心内已经计划好啊。所以，伫上帝所安排的这个次序内面，伊界定了这个光甲暗，就定了日时甲暗时这个时间的次序。所以，伊分开水面以上的空间，叫做天。上帝安尼整个做了一天了后，伊讲这是第二天。上帝继续伊的创造的工作，伊将水烧做火，互这个地浮出来，浮伫水面的顶面。这个水烧做火了后，上帝讲这个就做海。地面浮出来了后，开始互伊有一寡植物来生长，有结果子的，有结乌角的。那呢，伫这个过程的内面，是要为着后一个阶段来备办。咱看到圣经记载，这是第三天，有了这个植物，这个生长需要一个节期、季节来变化，所以上帝继续创造了太阳甲月亮，来划分做这个年、月、日，以及一个真分明的四季，互这个天顶的星星会当运行伫这个天空。这个是第四天，创造的工作继续不断，上帝咧做。不过伫即天开始的时，上帝敢若真无用。因为上帝创造了海内面的各种的动物、海兽、生物，互鱼伫水的内底、伫海洋的内底咧生长繁殖。伊伫空中嘛增加了真侪无共款的鸟只，所以咱会当看到即时
的水内面、天的内面真热烈。这个是第5天。地面上，这个时刻，敢若有遮的植物咧生长着，也无动物伫这个地面上出现。所以上帝就伫这个时刻，伫创造了各类的动物、精生、野兽、虫头，互因伫地面上生活，而且会当生炭。这个敢若是第6天的开始。这个工作继续伫第6天咧做的时，上帝创造了咱人。上帝创造人是照着伊家己的形象样式来创造的。咱看到创造人，毋是甲动物、甲遮植物、甲遮海里拢无共，因为上帝互咱人有一个使命伫的，就是爱咱人来管理鱼类、鸟只、精生、野兽、虫头食的动物。上帝祝福互咱人类，因为互咱伫这中间会当生养众多，会当互咱有侪的囝儿，后代遍满了全世界。而且上帝阁提供互咱无欠缺遮的食物。这个是第6天。上帝创造对第1天一直到第6天，各位兄弟姊妹，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对混沌无明的一个情形，渐渐形成了咱即马所看的这个世界，一步一步创造了天、地、水、海，以及伫每一个所在无共款各类的动物甲植物。将咱人上尾才创造出来，照着上帝的形象甲样式，互宇宙、互这个世界，照着上帝所安排来运行。这款的创造，咱讲是上帝真精准的作为，因为这款的时间的次数，咧显明着上帝的计划。一开始，咱讲到今年是2023年的第1天，也是2023年的第1个主日。这个是伫上帝创造的时间的次数内面的安排，嘛是上帝互咱伫伊的自然的律的内面。既然上帝为咱每一个人拢定着这个时间，伊嘛亲身示范着这种第1天到第6天的伊的计划。伊嘛互咱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恩赐，无共款的才能，互咱每一个人拢领受着伊对咱的祝福。那呢，咱是毋是爱想一项代志？伫2023年的第1天，咱爱来做一个计划。这个计划是伫上帝所想示的这个时间，也就是讲，咱伫未来1年的内面，咱伫有人去连着，音控是音控无人。好，伫咱未来的生活、未来的工作、未来的家庭、未来的亲族，拢伫上帝所备办的这个计划内面，互咱伫这个教会生活，互咱伫上帝所定着的计划内面，咱会当行伫上帝所创造安排的内面。咱每一个人，拢互上帝的这个心意伫你的内面，所以你会当伫这2天，咱有备办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，咱求上帝显明伊的心意，互你的生命有伊的计划伫这个中间会当实现。爱记得，上帝是创造者，上帝创造你甲我。
有伊的计划伫地。所以，咱就爱对即时的角度，咱互上帝来到咱的中间，因为上帝邀请咱每一个人参与伫伊的计划内面。这个计划就是伊的主爱，通过耶稣基督救赎，互咱得到永远的盼望。所以，咱也对创造的这个上帝的角度来看的时阵，上帝伫整个的创造中间，我咧想，上帝真满意，伊真满意讲伊所做的一切，上帝伫每一个创造了，拢看最好的。上帝真满意，上帝真满意你即马现在一切的状况。上帝用讲的方式，就真做日月，就真做日时暗时，就做出天甲地，分别了即个地面甲海洋。上帝用讲的，就生出五谷甲果子。上帝用讲的，就造成了、创造了最的食的动物植物。所以，上帝伫每一个创造的每一天的结束的时阵，上帝是满心欢喜的咧讲，这个是好的。当上帝咧创造咱每一个人，有男有女，会当养饲做做，管理伊所创造的这一切时阵，上帝的意思是讲，创造人是真好，是真好。对原文的意思内面，这个好是真上关级的好。其实无其他的字会当来描述上帝讲的这个上好。上帝用讲的，就形成了创造。当我读到这的时阵，我就想到过去有一个活动，就是用沟通的一个课程内面的一个活动。两个人较正拼对较正拼。一个人爱用讲的方式去甲对方讲，你要安怎用这个七巧板来拼出我即马所拼的这个图形？听的人敢若会当听，袂当讲，袂当提出任何的问题，讲这个要用大题小题袂当。伊只有用听，迄个顺序是倒西、正西变过来，拢爱用讲的。这个活动结束的时，其实伊有困难度的。伫结束的时阵，其实无任何一对会当顺利完成所做出来同款的这个图形出来。那咱来看，上帝用讲的，就成就了创造的工作。所以，当上帝伫第六天创造完成了后，伊观看这一切，拢是真美好的景象伫咧。咱即马伫咱现主时，你咧看你周围的环境，你咧看你身躯边遮所有的人，你会发觉到，也是你会看到上帝所创造的好吗？也是讲，当咱看到一幅真水的这个图、这个景象的时阵，你会发出这个对心内真欢喜、懊恼、赞叹的声吗？那呢，咱咧想，你有偌久会对任何的代志，你偌久进前，你对这个任何的代志，你会发出这个看最好的懊恼的声音吗？咱每一个人，拢是上帝所做的。咱受造的咱咧观看上帝创造的一切的时阵，看上帝所创造的其他的受造物的时，无论是对动物、植物、天顶、地下、风雨、死难，也是看其他的人的时阵，你会为着你所看到的、你所经历的来懊恼上帝吗？上帝咧创造的时，看一切是好的，咱就应当看你家己是好的，看别人是好的，
看周围的一切拢是好的。不过有人会甲牧师讲，若以现在的环境吼，咱敢若真困难，互咱看到一切拢是好的。这个是因为咱的内心出现一种状况是，甲上帝创造咱的时有无共款的状态。因为对咱每一个人的出世、到成长、到今仔日，咱拢受到侪代志的影响，咱渐渐失去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的迄个时刻，互咱对上帝遐来欣赏甲有趣，互咱有即个上帝看一切是好的眼光，咱已经失去了即种的能力啊！咱就照着家己的意思来看待即个世界甲其他的人。会记得过去，我咧接受一个课程，就是一个婚前的諮商辅导的训练的时阵，有一个问卷，伊咧检测的内容有几项，譬如讲，爱互即个男女双方对因的未来的生活的方式、朋友、兴趣，每一个人的迄个个性，也是沟通、解决问题、宗教信仰、教养儿女等等遮各方面。当阮咧上即个课的时阵，我甲牧师娘，我嘛爱来接受即个测验。即个中间出现一个真趣味的现象，就是所有遮一切。我甲牧师娘拢有无共款的向度伫咧，就是讲，阮的差异性不哩啊大。来，恁摇看觅，其中有一项是阮真共款的所在，宗教信仰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伫当学习用上帝的眼光。上帝看咱每一个人的眼光，咱看彼此是好的。即个看用上帝眼光来看彼此的时阵，毋是一个真短的时间，就会当恢复了起初上帝创造咱的迄个眼光。但是我确信，这是上帝爱咱来学习的，因为对上帝的眼光来看你所有的。来看你所拄到的，这是因为上帝用伊家己的形象样式来做咱每一个人，有男有女，这是上帝创造咱的，所以咱恢复了上帝看做咱是好的这个眼光伫咧。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有伊的意义存在。对神学的观点来看到咱人所接受到的这个祝福，其实咧表明着咱咧领受对上帝遐来的赏赐。另外一方面，这是上帝权柄伊咧执行的中间，6天的创造，照着次序完成了上帝的计划。就上帝的眼光来看，这个是一个真完美的创造，上帝真正满意。那呢，上帝所创造的第一个是光吗？其实，上帝给咱的是这个时间。伫创世纪第1章第1节咧讲这个起头。就互咱知影，这个起头是一个时间的开始。上帝创造了光，是要互咱看清楚这个时间的进行，是知影讲这是暗时也是日时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上帝时间的内面，上帝看所创造一切拢是好的。那呢？你看一切拢是好的吗？愿望咱伫未来1年中间，咱会当伫每一天，咱拢会当看到上帝看做好的，帮助咱
互咱用上帝眼光来看待咱所经历、咱所拄着，以及咱周围一切的人甲代志。上帝看做好的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愿感谢你。你创造阮，你看阮真做好的，互阮会当学习用你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。因为上帝，你将这个恩典已经享受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互阮彼此伫上帝你看做好的上帝你的主爱内面，阮伫未来的一年，阮互相扶持，互相鼓励，跑走伫上帝你为阮备办的道路顶面。感谢你，愿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下面咱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，神圣诗第587首，我毋知明日会怎样。我毋知明日会怎样，主带路，我免担忧。我无求逐日好日光，有时阵黑暗恶长。对将来，我充满愿望，主保守的确稳当。我逐日甲主同脚步，伊知我头前路途。做事明日会临到，做事学得明了。我深知主掌管明日，伊牵我一路行透。请起立，咱吟全首。我毋知明日会怎样，主带路，我免担忧。我无求当日好日光，有时阵黑暗无长，对将来。我充满愿望，主保守的确稳当。我逐日甲主同脚步，伊知我头前路途。在世明日会临到。做事，我的明了，我深知主掌管命令，伊牵我一路行透，每一步哪行哪光明。亲像黄金路途，我当杯酒若敬，若粉彩灿烂光辉，迄所在主阳光普照，我目屎。无试炼，美丽彩虹的尽头，青山岭甲天相连，做事明日会临到，做事我的明了。我深知
命令，离开我，一路行通。我不知将来的日子是要落，也是上帝。天主有一条路，伊也会予我到呀。日头前虽然有水花，有凄凉，也有可悲，也有错。保护甲我这空，在所命令为灵感，在所我的命令，我现在主将冠命令，离开我。请坐，咱闭眼心来奉献。请坐。下面报告
伫报告以前，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咱读2摆。金句：恁出来毋免着急，也毋免逃走，因为耶和华的确伫恁的头前行。以色列的上帝的确做恁后面的保护。以赛亚书52章12节：恁出来毋免着急，也毋免逃走，因为耶和华的确伫恁的头前行。以色列的上帝的确做恁后面的保护。以赛亚书52章12节。下周圣工分担，领唱敬拜团、司礼周明祥执事、苏琴吴恩婷姊妹、献诗少年团契、苏宪赖韵如执事、张锦伦执事、交代是赖韵如执事甲何泽文弟兄，音控是李尔波执事甲张建传弟兄，讲告是何牧师。后礼拜拜三，早间祈祷会主理是何牧师，司会是赵一乐长老。咱要查的经文是《撒母耳记》上卷第7章。下礼拜主理是何牧师，经文《创世纪》第2章第18节到23节，题目是适合的帮助者。诗歌金句，则请大家提出来先看。我来看第6面。教会消息报告的部分，第一点，后礼拜1月8号，因为咱有年终的大摒扫，所以只有1天的礼拜。第二点就是讲到咱年终大摒扫，工会分配，若是有看周报伫第9面，范围，每一个人负责的所在伫第9面，伫1月8号，咱要进行年终的大摒扫，迄日是联合礼拜，所以无欢喜礼拜，邀请兄姐，咱同齐来摒扫上帝圣殿，摒扫咱的教会，嘛请大家，要来到摒扫的时阵，咱家己会传迄落倒步这物件会较方便。你若是有一寡物件，目前还佫徛伫教会，那会当到今仔日，若无就伫即礼拜当中，你爱找时间来，先甲摕转去，较袂到时摒扫的时阵无注意到去处理掉去啊。第三点是交到和会资料通知，请各项家伫后礼拜1月8号是进前来交过咱今年和会要资料，互咱干事来回正。第4点，辅导会长就任的通知，各团契辅导会长要来伫1月8号伫第2礼拜时阵来举行就任请出席来参与。像是第5点是伫后礼拜摒扫了后，1点要召开中执会，请中执来出席。第6点是咱要来祝福2月份的寿星。咱在座有1月份生日的兄弟，请你起立，要为你唱歌，为你祝福。我看到在场有几落位，请起立，唔免歹势。来，咱唱台语唱2届。祝你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咱同心为着这生日的兄弟，咱为因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1月份生日的兄弟，因伫阮的中间。上帝，你看顾因，保守因，赏赐因最最疼痛恩典伫因的内面。这是阮恳求上帝，你继续祝福伫因的身躯顶，互因伫未来的日子每一天拢行伫你恩典的道路顶面。祝福伫因的所做所行，拢有上帝亲身同在的看顾，将因搁一届献上感谢，因为上帝你掌权伫阮的中间，保守看顾每一位伫1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好，伫1月份爱记看到遮兄弟，爱甲因讲生日快乐哦。好，多谢，请坐。所以，咱也为着教会咱要集体来祈祷，然后身体病痛，咱求主来医治。好，好，今仔无先。好，咱即时刷别遍的诗歌，新圣诗第394首，即时礼拜特别刷。圣诗唱完，请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。特别说，在这今时当时说，心肝上上三高贵，不忘我记个主会，白日所做着世里，当叫主所加是。苏龙公上教法度，恰当望主保护，现在有时受艰苦，吞落那口主教过，困求的百姓恩惠，得到相信安慰，经过一个那经过，千秋金马回路，世间间多无世界，天堂安乐永福气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盼望甲救赎，圣神甲咱做伙帮助甲扶持，互咱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。咱彼此请安。